相信道啊。所以你看咱求道，若毋是讲天命上顶的命啦吼，你看咱一个点老师，伊若好大早讲咯，咱求着道会当地府诸命天堂挂好，吼，所以咱就讲伫咧咱产老院面的一个道亲啦吼，有一工带着一个大姐来咧求道。那么这个大姐来呢，伊就按就等看了后吼，伊讲伊无要求道啦吼。那伊讲伊无爱求道，当然咱嘛袂使家己叫嘛。所以蒋老师就讲，请伊去到伊边后边遐小等者安尼。啊，所以人就继续办这个办道的仪式啊。啊，当办道迄个武功会点道的时阵吼，咧献果嘛，这个大姐伊就讲，安尼伊要求道啊。吼，啊求道当然就家己的名是通咧标文内面啊。即摆都办了呢，大家就坐伫遐咧等嘛吼。那这个蒋老师就问讲，啊，你较久啊都无想要求道，为虾米你尾也讲要去求道？那么这个大姐伊就讲啊，讲伊具有这个勇敢啦吼，所以伊会当看到这几事，吼。所以伊讲伊行到算讲各地的庙宇啦吼，拢逐间都拢做大间，敢若即间佛堂上细间。但是伊哪里来，伊嘛毋知讲，恁所拜是正神还是邪神啊？所以我爱看卖的啊。结果呢，咱讲的，迄个师要点道的时阵，咱开始就有迄个点上下咧点各献果嘛。即摆上下咧点点落了后，伊就看到诸天神圣的，拢就怎安尼跪拜就来咱讲的讲，拢来咱的迄个佛堂遮好。所以才知影讲，原来咱今日所拜的。吼，就是正道就对啦吼。那蒋老师就甲问讲，啊，你伫咧迄个求道过程，你有看到啥物？吼，那么伊讲咧，伊讲蒋老师咧烧迄张标文的时阵，伊有看到三位菩萨，甲即张标文接走安尼啦。吼，所以讲这互咱印证讲，咱下咧有咧介绍嘛吼，原来咱迄个标文一烧，就是请着聘请三官大帝，甲咱提去地府诸命天堂挂号，吼。所以咱今仔求的道，感觉是真正的真道哦，吼。那么伊佫讲啦，伊讲，啊，恁要点道的时阵，你有看到啥物无？伊讲，当蒋老师要点道的时阵，伊就是看蒋老师的手臂上咧顶遐安尼指落来吼，有一道光是着蒋老师的手。点到咱的玄关的所在，吼，所以呢，你甲看，因为咱一般看是讲，咱咧办道是咱人咧办的哦，实际上是天命在办啊。蒋老师就是代表济公老师啊，吼，啊上下咧代表咱如先祖甲咱关系地分，吼，所以咱求道会使讲非常的殊信哦，殊信啊吼。那么咱来了解，今仔日为虾米有道分别？咱讲的讲，咱即期呢，道就是应业而降嘛，所以讲上天降道，无异就是因为业啊。那么这点几对人，当然就是咱人心所引来的吼。咱看即摆历代这几年来呢，咱看迄个结束连连啊，迄阵是咱迄个地动啦、水灾啦、火灾啦，吼，还是迄个大海啸啊，这其实拢是一个地区性的啊。啊，毋知讲咱即届迄个吼武汉肺炎竟然是遐尔严重啊！这结束遮尔济，影响着全世界。你看今年的国运啦吼，因为迄个庙宇呢，伫咧新迄个正月初一拢会挂花，去问咱的国运讲，啊今年安那？结果今年竟然挂无花啊！吼，先人师傅就因拢知影讲今年的结束遐尔大，所以你看就是安尼结束遐尔大。啊，这拢对对啦，因为就是咱人当政府甲因讲啦，当人的修身累积到无法度改变的时阵，业灾业就来咯。但是嘛袂记，道因业而降，业因心而交。这结束对对来，是讲咱的心所交，因为咱的修心累积起来，吼。再看咱迄个，在咱迄个旧年啦吼，旧年底的时阵，迄结束就豆豆咧来啦。啊，咱毋知到过年突然呢，迄个疫情甲豆豆讲安尼传甲足严重安尼。啊，迄个刚开始的时阵，就是传说啦吼，迄个伫咧网络遐有传讲，因为就是咱人去食迄个奇奇怪怪的动物啦，
的时阵，伊佫规只迄片鱼摕起咧去烧，咱传伫咧网络了有看咧。啊，咱想讲，敢若食即个片鱼，敢有当影响到即个迄个瘟疫遮尔啊大吗？吼，但是嘛是佫有人讲咧，讲是因为大陆遐放出迄毒气的关系。但是毕竟这是安怎，咱嘛袂当去，咱嘛无法度去了解啊。啊是拢安怎？嘛是拢是因为人的私心嘛。哦，为虾米你着爱食迄物件，摕别人的性命改变咱的身体？哦，这嘛是拢是累积来的，人的私心累积起来的啊。哦，那么为虾米你迄个中国大陆伊要做这个讲若准放这毒气，为虾米伊要做这个代志出来？无非就是要扩大伊的势力嘛，吼、所以咱茫袂记的，这就是讲因为咱人业就是咱人的心去招来的，啊，今日上天降道就是因为业而降嘛，吼、那么业就要收杀这个恶业，啊道呢就是要拯救咱这个生路，吼、所以今仔日上天慈悲，因为道因业而降啊，吼。那么这新闻就甲伊讲啊，天伦逆转越三秋，三代八人遍地流，久久无食水灵法，救世为民一贯秋。哦，等时间到这时阵，我越三秋，伫这个秋天人讲收杀的时阵嘛，就是像咱咧做种田共款啊，种田就是春天种落，夏天成长，到秋天就是要收成。咱天到到这时阵，就是到秋天收杀的时阵啊。所以讲三代遍八人遍地流。你看咱安尼几冬前，几冬来吼，你看结束连连的，吼，连伊遐咧发生啥物，连伊遐咧发生安那，吼，所以这三代就是水火风嘛，水灾啦、火灾啦、风灾啦，这拢会造成着这灾难啊，吼。咱个即个八难咧，八难就是啥物？叫做旱灾，旱灾就是拢无水嘛，吼、有个所在是落甲做水灾，啊有个所在就是拢无水，就像咱今年共款啊。今年咱你啊看咱今年吼，本地是雨水真济嘛，但是竟然拢无伫咧落伫咧水库面啊，竟然讲水库讲欠水啦，哦，所以咱即马爱有自觉哦，爱甲用水爱甲省的哦，因为即咱算咱全省的水库。拢已经见底啊咧，即摆佫有落雨入去，咱即阵拢无雨去，都爱靠拄好吼，有迄落风台啊，吼，打迄个打2工前咧风台过，但是落雨嘛就无偌济啊，吼，所以咧旱灾，咱台湾还佫算无介严重，伫咧外公咧，因甚至旱灾咧拢规冬咧拢无落雨咧，这较是严重咧。吼，啊，佫来做水灾啦，吼，水灾，你看即摆拢袂甘咧想落雨，落一下雨咧，毋是遐咧饮水，就是遐咧饮水，吼，啊，若无就是自食了，吼，实在是因为即摆我还袂甘咧想落雨，无落雨是佫欠水，要落雨是佫拢是灾劫，这嘛是真麻烦的代志啊，吼。啊，佫来就是这钱，吼，因为你旱灾甲水灾，若有即两种诶。伊根本就拢无法度做种植嘛，无法度种植，那么咱人就惊这粮食就有问题啊，吼、所以你会看咱即个大陆的因本地拢有咧做咧稻米嘛，吼、因为因知影讲最近的迄粮食拢减少啊，所以因甲这节目拢已经改掉啊，甚至网络嘛袂使播，因为这大胃王吼，咱捌看过这大胃王吼，因咱食物件就是拢。比说食豆济啊，食豆紧的啊，吼，然后呢，上到食迄个会当得到啥物吼，啥物迄落礼物安尼共款啦吼。咱好做毋爱看迄个节目就是安尼，因为这实在是食甲太辛苦诶，为着要得到迄个味，啊，竟然你互家己长甲要害，啊，根本迄个食根本就毋知注意啊，啊，佫浪费迄个物件，吼，所以讲咱爱了解，即摆伫咧遐国际上因调查就是讲，即摆吼外国有2.7亿个人欠收这粮食呢。咱台湾佫较好呢，咱台湾咱佫家己种，家己拢会当家己自
前自用啊，啊，佫免靠外国的，啊，外国的人因咧袂当种植，拢必须着爱靠人支援，啊，因遐呢已经粮食欠缺啦，所以咱大家拢爱较惜福的啦吼。所以这边嘛是将来嘛是有可能啦，因为咧咱迄个伫咧迄个产业当中咧，都有一句讲，大家所以讲世界大变嘛，咱迄个伫咧过程中嘛是有一个产业叫做物质总穷啦就是物件无够通食，无够通食安那，无够通食就饿死啊，这嘛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甲看旱灾水灾。才引起着这病，这人因为就是安尼，所以到过来就是传染病的，就咱亲像咱即届武汉肺炎，这拢是传染病的，搁进前迄届的 SARS， 迄拢嘛是传染病，尤其咱即摆迄个工业社会，工业所做拢一寡化工的，有当时所放出来拢一寡无好的迄个气体啊，那么迄种的拢飘入迄个空中啊。那么有诶，就是讲，咱即马就是讲有这武汉肺炎了后，大家拢会戴口罩会当预防。若无咱讲会遇到迄种诶，有诶人就是讲，对咱身体若袂适应诶呢，伊就是为体内产生了这病，就有啥物感情啊。所以你看，医生管逐工都做无用诶呢，你看这拢是安那呢？拢是有食食以及空气污染拢有关系嘛所以这传染病，又有蝗虫害，这蝗虫啊，讲蝗虫过境咱看外国的蝗虫过境，规出门安尼，一寡咱讲会讲，迄敢是咧讲叫做草莓啊，无是，无是，无是。安尼你看迄种若飞落规田，规个拢收了呢，所以呢，会使讲非常的恐怖啊！过来就是免受食人啊，免受食人，敢有可能？嘛是有可能啊，因为咱讲未来就无咱人无通食，当然就一寡动物伊嘛无物件通食。那伊无物件通食，伊只有就是出来食人，这嘛是有可能的。你看，咱讲未来，咱讲无可能的，拢变成有可能。你看咱即摆的结束咧，咱拢会想。这拢是真正咱毋捌想过的代志，竟然拢会发生啦！所以过来到交警鬼怪妖言，搁内鬼顽强害人，等等一寡灾难，叫做山灾发人遍地流啊！那伊讲99号也随连脱救世危机的关系，遐尔大的结束，要安怎脱离？以后就是救世危机的关系，主人言语，人会当求道名义。那么大家拢会当一心向善，以后这善气才会当漫化的这结束啦。若无呢，你看这结束连呢，你看对这个几当前的迄个南海大海啸，你看就会死很侪人啊，看迄尸体啊排队的，尤其咱看咱即届的即个迄个疫情敢若死咧全世界死100多万人，即马不计其数就对啦。搁咧统计，都已经知影已经100多万人啊！你看，迄阵的南海大海啸咧，咱就感觉讲已经死真侪啊呢。搁即届搁安尼遐尔啊严重所以咱互咱了解讲，即届真正是这疫情的。你看，咱台湾上爱平安的，外公呢伊还搁咧迄落还搁咧封城嘛，表示影的疫情拢还袂控制好，这拢是前几冬的迄个灾劫啊。所以师尊甲伊讲啊，灾难滚滚触地灵，莫再分埋道公义。灾难就是讲咱即期的迄个灾劫，会使讲一届搁比一届搁较严重啊。讲咱毋通搁一只袂卖，搁一只安尼一工混过一工啊。所以讲。真正嘛甲因讲，其实真正的灾难，咱众生讲要避灾难，其实真正的灾难就是六道轮回。一般的即种灾难还无算灾难，真正的灾难就是六道轮回。所以今仔日咱就爱来修啊，所以伊甲伊讲，改过不因缘是地，无病改过并尊。今日咱就是爱修嘛，为什么爱修？因为咱就是。
毛病，所以咱就袂当得到人尊敬啊。所以一个真正要互尊重的人，就是伊有德嘛。伊所流露出来就是伊的德行。那么你有脾气毛病的人，那么人家会尊重你。就是讲，咱家己就好啊。咱家己脾气毛病一大堆，咱讲要叫人来受道，人家要对咱受嘛。哦，人就感觉讲，啊，你家己本身就毛病一堆啊，我要搁对你受，哦，这就是讲，咱爱改过古人行实际。所以咱家己有过失，咱家己爱改变啦。哦，古人就是无客气，你家己毋免客气。就亲像咱讲的，讲看别人若毋对，咱拢会做无客气，甲有指正哦。但是对咱家己，咱拢敢若对家己足客气。家己有脾气毛病，咱竟然拢感觉讲啊，我紧啊，原谅家己，哦。所以就做甲讲啊，改过必先智慧，断是来为的。真正要改变的是个人，就是表示有智慧嘛。哦，啊，你若护短呢，家己都过时，你就家己知影，你搁家己护短，表示你就是无智慧啊。哦，所以讲，既然咱要了脱生死，咱就是爱修正咱家己，甲咱本底无的爱改就掉。哦，那么才会当流露出迄个德性嘛。有迄德性，咱才会当甲咱尊重啊。哦，所以讲做书先书消磨中，有归要见于良医。哦，做啥物代志爱另外考虑者。哦。就亲像咱的有几15条，伊讲因言行言，哦，因言行言就是讲要做啥物代志呢？咱搁小思考者，有当时啊一句话出来，咱会去考倒人的，哦，所以讲，只要咱做啥物代志，咱会当讲先思者，吼，然后遵守着咱的规概律，吼，修行人要去做啥物做标准，就是依照咱的规15条的规。如果咱若依照15条的规来做呢，相信咱拢足标准，修行拢足标准啊，吼。所以就讲，修行人做修行师，诱导业无明发生。修行人要做修行师，啥物叫做修行师？吼，因为咱修行就是爱想求佛道，下化众生，吼。那么想求佛道，当然首先咱就是爱明理啊。因为你要想求佛道，咱家己有明理了后，你毋才会当下化众生。所以要明理，当然就爱靠咱家己自修啊。啊，咱今仔日若讲无时间，因为咱毕竟在家修嘛吼，逐工就拢是爱上班啊，做工课无用啊。要叫咱家己看佛经，咱是搁无时间。啊，佛经摕来袂净看，咱就是要困，根本就拢看袂落啊。咱后尾安怎相信咱家己？只要有班，咱就来哩。哦，毕竟讲书所讲的题目拢无共款，啊，互咱有影中，互咱开启咱的智慧。那么咱毋知有法度上悟道，吼。过去诸佛菩萨，你看咱释迦佛当时讲经49章，你看伊的弟子嘛对伊的身躯边呢，拢是咧听经闻法啊。吼，有家己明理了后，咱毋知会当去下化众生，吼，安尼甲毋知有法度。人讲毅力家己行起来，咱才有法度去共有啊。啊，若无咱家己都无明理，咱要安怎去度人呢？吼，所以讲救度才有明发生，吼，就有为咱自己就是咧帮助。伊就做书，当讲翻译着这三个普度的大师啊，吼，那好啊，明白。
世界各国呢，已经100几个国家吼。你若上天慈悲呢，即只船早就变过啊吼。有伊就是度化众生，会互咱回转咱的国家中啦吼。所以讲，由于皇天成文教，以天皇有周查万，若毋是上天慈悲，上天的应允呢，即只船早就变船啊。哦，伫迄阵呢，咱讲搬靠迄阵，刀就收起来啊，哪会通讲办到即马天道愈办愈方便呢？哦，所以讲元宝本是出头日，哦，即个时阵就是要互咱出头的时阵，是机会啊。哦，所以呢，伊讲故天行这事干嘛？就上天哦，迄个就是咱帝国老师领受天命，就是要护哦，办理这三途普渡的迄个大因的啦吼。即摆这月份就是要咱出头的日子。哦，你也看，若无呢，咱遇着一个普通人啊，凡夫俗子，咱要安怎出头呢？你看咱的何老真人啊，咱的陈真人啊，哦，因拢是一个迄个普通人尔。安怎因今仔日因为因刀呢会当互因成就着因的迄个圣位，哦，就是这个时阵月花就是要咱出头的日子啊吼，所以咱来好好把握。那么咱第二点来讲，多应三期备用天，吼，大多见着即期三期备用的应允啊吼，所以三期就是青阳期、红阳期、白阳期，咱即期就是白阳期，吼。所以皇天成文行动三做啊，吼，所以即期大开普渡，吼，所以讲呢，上天慈悲呢，即期呢行动三做，所以讲人贵仙拢济度嘛，所以讲这会使讲非常重大的代志啊，吼，所以弥勒真经嘛讲，吾皇迄个以下下生修福良缘为正宗，上帝命令就是即期大道普传。互咱会当要修复咱这念菩提的众生的，大家会当回归咱的正位啊！吼，所以弥勒真经嘛，佫讲满天星斗道下济，五方列仙下遍中，咧辅助弥勒成大道。所以你看咱即期的迄个应允呢，就是由着咱这个老师领受着这天命，要度化众生啊！吼。那么咱照着南海古佛里讲啊，南海古佛里伫个斗六的地中中回有伊讲，大道千法性命权，一连三道万修愿，绕开求天人道，历劫千里心难关。哦，大道千法性命权，大道伊是性性相修，命命相传哦。那么即期呢，上帝的命令，迄个三不万修愿，三不就是咱这个老师观音菩萨，叫咱弥陀祖师嘛。即期因办理着这修愿普渡的大事，所以讲若不求天人道，历劫千里心难关。吼，天人就是咱的这个老师嘛吼，即期领受着这天命，所以会当求道呢，会当互咱达到超生了事嘛。吼，若无呢，咱讲的讲超历劫千里心难关，因为未来劫数连连连，互咱拄着了后，吼，但是啊，咱毋知。即未来伊地混沌的时阵，毋知佫当时，佫会当佫中，佫会当佫来出世做人，这了佫一个问号咯吼。所以这过去迄个印光法师伊诱导吼，伊做的法门嘛吼。伊讲倒以为念经文，殊生灵发，哪晓得净土法难发心愿。吼，因印宗法师呢，伊嘛是佛教一个高僧的，那么伊以为讲过去拢是念经文嘛。因拢以为讲我嘛是咧修行啊，我将来当了做生死啊，但是因毋知讲因无求道，根本就无法度了解着这生死，只会当成就一个替天仙而已啊！哦，爱明白现以自备用应允天时转弥勒佛加了天华，吼，我所言通用法已成过去，将迄个念经免着脱来，吼，这就是来引示讲。天时已经到甲咱这地用的问应允啊，天时应允求着咱弥勒宗祖师讲天华，吼。那么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山阳弥勒尊，就是安尼啊。这拢一时拢有天时的应允啊，吼。讲将你哩念经篇就逃脱来，你虽然规工咧念经，你了脱着这生死嘛是困
去天身上还有求道，只因为因空业将离目前，道那是日月星月难倒脱，何况我是去天苦苦修身哦。所以讲，为什么即摆去天神？去天神伊嘛是赶紧要修道，为什么？因为未来因空劫，迄就是世界末日的时阵啊。哦，人去天神人伊嘛是得紧张呢。何况道那是日月星嘛是月难脱啦，因为都是天地拢混沌啊嘛。去天神伊嘛有法度好修。讲何况我是去天苦苦修身，表示讲未来的劫数非常的严重。哦，人去天神嘛难去脱离啊。哦，所以呢，伊嘛是甲伊讲爱赶紧来修办着吼。啊，若无未来劫数是遮尔啊严重啊吼。所以咱来了解，咱看即个地府的轮回图就是安尼。本底咱是伫咧无极里天遮，哦，咱灵性是出为遮来的哦。咱这人世间，咱嘛叫袂歹去。啊，所以呢，咱伫这地府伫遮六道轮回，万一做人，人在人修，就是搁转来做足哦。伫遮安尼地府轮回安尼，吼。那么今日咱做人若有修的话，虽然你有修，但是你无求道，你到地府遮共款受严峻的的判断了后呢，因为讲你功德有够，互你去到去天仙这个所在，吼，这就是去天界神仙大的所在。但是伊嘛有伊的果位啊，500担、300担，时间到共款爱入来出世做。所以咱求道有殊胜吼，求道殊胜会当一举，互咱直超无极里天来到遮哦。啊，若无是还搁拢伫这六道轮回哦。啊，你咱认为讲，啊人若心做好就好啊，好，人心做好无毋对，会当过来出世做富贵，王母讲众相嘛吼，共款爱六道轮回。啊，互你讲搁较善心的人吼，互你去做去天时，时间到共款爱搁入来出世轮回啊，吼。所以讲呢，咱今仔日求道，就是要互咱了解，原来咱的本源就是来自无极里天，所以咱求经书一指，将来咱就会当直接超到无极里天，吼。甚至呢，咱有修呢，咱会当超过咱的祖先，会当直指，吼，共款回到咱的无极里天。所以咱要了解，咱求道义的迄个殊胜咯，吼。所以呢，咱真佛大家讲，多在应时机，因缘创奇迹，果有无关病，骹步动积极啊，吼。咱来了解，多嘛是应时应运啊。在过去，西洋期、暗阳期拢是单传着修，吼。那么咱即期呢，就是大普度，所以咱才有这机会好对问着啊，吼。所以呢，多在应时机，时机若无还袂到呢，当时啊，咱讲的讲，你要得道嘛无可能。所以你甲看，当时六祖得到五祖的心法了后呢，五祖嘛讲教伊吼，爱向人方去，毋免赶紧要出来弘扬佛法，吼，爱后时机啊。所以伊唱伫个大林堆内面呢，唱了15年，时间到呢，伊才出来弘法，吼。所以这都在应时机，时机若无到，咱讲来讲，有当时啊像咱即马吼，像咱迄个8月15是毋是拢有迄个油啊好食？啊，即马8月15过油啊的时机过啊，即马内底就无油啊通食。哦，当然有诶外国伊也阁有，但是咱遮就是拢差不多8月半即个时阵才有迄个，哦，才有迄个物件。哦，所以有诶物件就是应时应下迄个时机嘛。咱今日上顶讲道嘛是应下这个时运，哦。所以圣文甲咱讲，大道降世有因缘，为度众生往里天，智者无依功德见，愚者失依律人缘，哦。大道降世就是有这因缘的啊，吼，就是要为伫这三期月劫要度化众生，通将来回转咱的国家用，吼。所以有智慧的人，当然会当把握时机，赶紧建功立业，哦，就亲像咱讲咱迄个秀官讲师啊，吼，从前咱大家对秀官讲师伊拢熟悉嘛。那你看，以前迄个做。以前迄个细汉咧读册的时阵呢，伊拢无参加着即个咱的班会，所以今日姐姐咧讲嘛，因为有年往省去嘛，也是50几岁尔，咱会感觉足可惜哦。伊对道场会使讲尽心尽
较无时间来参与着场啊。啊，所以呢，因姐姐拢有来入班，啊，只要有入班呢，拢会写笔记嘛。啊，转去呢，伊才编姐姐的笔记来看，人看到人就知讲伊要参考，所以家常老师讲伊要求讲伊要参考。常老师嘛感觉讲奇怪，啊，你一个组囡仔，你也无足少咧参班咧，为虾米你要参考？哦，所以你看，咱伊就是有智慧，人会当讲把握着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伊伫咧道场咧，伊足有责任感咧，就说因为咱学校是咱的迄个中心嘛，有接着咧国乐班哦，伊是咱国乐班的馆长，所以呢，伊足有责任的哦。时间到，伊就是去开门哦。伊是上早去，还上晚走，会使讲足有责任的。伊讲，咱伊会当把握着这因的，人伊会当创造这功德。啊，所以人伊安尼50几岁人爱转去啊，人伊无空来世间走一段哦。伊知影人修道办道啊，哦，所以伊今仔的功德圆满，人安转去，人伊就袂后悔啦。哦，搁有咱迄个古典老师伊太太迄个美讲师。伊嘛是咱国乐团的一个团员呢，啊，伊足用心的哦，伊会使讲吼，参加咱4年教育吼，伊伫咱这班啦，因为咱咧带吼，伊4年教育班，伊已经读毕业啊呢，但是伊毕业啊，伊嘛是共款，都反正吼有人要上课，伊就拢带人去，啊，像即种陪伊啊听课啦，吼，啊，伊对道务嘛足用心的啊，啊，所以讲会了看，但是伫咧旧年安尼。伊因人生，人伊个人讲完过满，已经转去。啊，人伊真正人讲诶，讲这大菩萨来诶，人拢会晓看是机会啦吼。知影讲伊本来就拢过咱点嘛出拢出国去咧开放嘛。哦，啊，你看因为疫情诶关系，你看就拢无出国去啊。啊，人伊才够宣到伫咧旧年安尼，人伊安尼讲完过满转去。哦，所以讲，这有智慧诶人，人伊会把握。赶紧建功袂掉啊！咱有者呢就失去类人员啊，有者伊都还搁咧等啊，等，人讲来讲，时间到，啊你就对遐优惠就已经无去吧？哦，所以毋当讲像咱要坐车共款，咱是毋是爱事先来等车？毋是等车等人啊，车也有要等人啊，人时间到，人就发走啊！啊，你搁要等迄落，已经失去着这个机会，时间到啊，咱要搁要来做。哦，这互咱了解，都是应时机，啊，是毋是看咱有法度好去把握？哦，所以圣人甲咱讲啊，今多自古名言，应如之言起5年吼，把握用以胜业创，高山起日落干饭。哦，今多自古名言，今多伊本来就无法度好讲的嘛，人讲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哦，所以呢，这本书咱咧点过的时阵，伊就讲，我用嘴传落你，你用心家己个，吼，这叫做心意之外。因为我都好明言的嘛，只有靠你家己去体会，吼。因为过去咧求道，毋是像咱即马名师甲咱指教，咱就来亲像的，你就是爱家己去意会啊，就亲像一个迄个道场嘛。那么伊拢平时伫咧师傅的身躯边。逐工倒兄茶，着挂茶啦，吼换兄换水啦，煮饭啦，安尼做遮工课安尼，安尼不知不觉经过几啊年，已经相当大成人嘛吼。那么有一天呢，那师就来嘛吼，来甲问讲，啊你规工拢过伫师傅的身躯边，啊你敢知影讲啥物叫做佛法的代志？那伊就是讲佛法的代志，阮师傅好真是无甲我讲呢，咱这师就来讲啦，安尼你爱去问恁师傅看。啥物叫做佛法的代志？哦，安那咪就去问师傅讲，啥物是佛法的代志？那么即摆师傅呢，就为嘴巴甲扒者落，啊，用扒者伊就无意无意啊，嘴巴缩咧出来，甲因师姐讲，啊，阮师傅无甲我讲咧，甲为嘴巴甲扒者呢。即摆这师姐甲讲，安尼你应该是你的礼无够吧？你入面呢，你就爱行大礼安尼，哦，啊，伊就搁入面呢，就甲因师傅讲行一个大礼。佮甲问讲，啥物是佛法的代志？师傅本底就扒迄个正面，我倒边佮扒一个落安尼，所以才扒两个啊，目屎安尼夹袂落，佮出来找即个事情啊吼。讲阮师傅甲我扒两个啊，是拢无甲我讲呢。那么这事情啊，讲安尼应该是你入面无要
迄个礼貌无够，安尼你会甲规用规个甲门槛会甲伊讲的。即摆入去真正嘞，啊规个问师傅啊讲，啥物是叫做违法代志？你叫师傅啊呢，用骹怎甲站去安尼，站落了后怎挂落嘛吼，挂落佫跪好势，佫问讲，师傅啊，你啥物叫做违法代志？迄叫师傅啊甲讲啊，吼，那么伊出来呢，就甲因这师姐讲的，我入去互师傅啊甲我把佫兼站呢，啊竟然拢毋甲我讲啥物叫做违法代志？即摆这师姐个就定定讲安尼哦。安尼你师傅毋甲伊讲，无你去隔壁山遐有一个恁个师伯伫遐咧修，吼，你去甲问安尼。即摆伊就伊遐行去到对面山迄边咧，问因迄个师伯啊，啥物叫做违法代志？那么师傅，恁这师伯啊就甲讲，啊恁师傅敢无甲伊讲吗？伊讲无咧，我去甲问的时阵，伊当甲我扒两个，佫甲我赞一个安尼。啊，即摆这师伯啊讲哦，安尼恁这师傅嘛足自卑呢。安尼你竟然毋知影？你敢知影讲你倒位咧疼？即摆伊听着安尼讲了后，伊就开悟啊。原来咱遮佫有一个真理嘛吼，啥物佛法代志？佛法你就是要找着咱的真主人的意嘛，吼。所以呢，这时阵伊就开悟啊。所以过去的真道，伊就是无像咱即马，这本书一个甲咱一直甲咱讲，伊的自信就伫个遐。过去的迄个书咧传道，毋是安尼传的，拢爱靠家己去体会啊。哦，所以你看咱讲有主，伊咧传道哦，伊地主的时阵，你看传道主讲，伊嘛讲魔道一个关字，主讲呢，伊嘛是莫名其妙，毋知师傅讲是啥物意思。所以传道真有主的时阵呢，伊讲咧，参悟魔道一个关字，但这真有主人伊就体会啦。哦，伊所以家讲唯哦，原来道就是安尼哦，这就是含师的心有心印心哦的迄个启发啦。所以人伊得着道啦。所以主讲呢，伊在咧感叹讲：夫主之文章可得而无聊，夫主之言行以天道不可得而无聊。哦，所以互咱了解，道是自古以来就是无明言，就是爱靠家己去意会。所以你看，道要传道的时阵，哦，咱看，伊敢遐一米菠萝花伫咧目睭前遐练尔，练者地主无人会当意会，拄啊家己徛石尊者。人伊是当意会，才会当报应个效。哦，所以讲真道自古未明言，就是爱靠咱家己去意会嘛。无像咱即期呢，这本书直接一直甲你传互你，就是一直见性，要互你见性成分。但是咱了佫直接咧做众生啊，我做咱个根基太钝咧，你吼。无你来看，过去的人敢若无着这道，人一定就已经成佛啦。吼，所以讲。真道自古未明言啦，就是爱靠家己去意会、去体会啊。叫着免出甲因指点，然后你来家己去体会啊。吼，所以甲伊讲，因无记的起五年，这毋是无张义的呢。吼，这拢是咱过去世有修的。毋知大仙讲甲伊讲啊吼，因仔会当求道，就是咱过去已经修3世啦。会当去闻着这真理，就是已经修5世安尼。哦，所以咧，互咱讲这毋是无张义的哦，拢过去世已经有修啊。哦，所以才会当讲，即期来富着即期量外岁，将来咧富量外岁。所以讲，百量以称业胜业状，同宝山记业无同款。哦，有这好的良机咧，咱嘛爱赶紧创胜业咧。哦，所以有当代志，咱爱把握，赶紧出来了完。哦，因为毕竟啥物？到尾以后，目睭过去，拢啥物拢袂当带走，吼，因为就是干功德甲罪过嘛。啊，咱是要罪过，也是要迄落功德。大家嘛要来较戆面嘛要来功德啦，吼，因为毕竟呢，这人嘛无做一寡圣业的，咱到尾也目睭过去，啥物拢毋是咱的，吼。所以来讲，宝山记业无空完啊，你宝山嘛空手回，伊会当求道，咱才会使讲安尼。无带走啥物嘛？哦，像无咱家有长家减啊了完，将来咱转去嘛，佫有功德啊！哦，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啊，若无咱真正是宝山记业空，吼，无空完，伊就是讲，毋通空手回转去啊！有这机会，互咱接触着呢，咱会当加减啊连讲了完啦吼。这就甲伊讲，这就是三基数行天同齐。哦，不管是生就是佛，都
中下世，用建立三义讲，伊讲认可，毋管人亦是神，为倒立班，仍然是不差于艺术品类，无分你前世选业业神，无分你前世人业跳业鬼，即一次三义业用伊讲，该考了无反回地。哦，即个三义书会当讲是惊天动地的。诸菩萨讲各种下凡，要来办理即大一期的即期的大圣事啊，要中建立这三义讲，将来咱就是咧按功地果，所以毋管你过去是啥物来出世的，毋管是人神，反正你只要要修，将来咱会当伊讲为倒立班，将来咱会当树兵的，毋管你过去是神佛。而且是讲过去叫也是鬼啊，咱有诶去后笑命讲，你倒过去啥物神佛来出世啊？是讲你啥物神来出世诶？这拢无重要啊，重要就是你有要修要办，所以只要你有要修要办，伊讲毋管你前世人业叫业鬼啊，伊即期诶三义外业，咱会当建立着这是讲将来该好办即期就是要咱安尼所以人讲，这是万古奇言嘛，所以咱就是爱好好把嘛这样，那么过来就是讲因缘创奇迹，有遮尔啊好诶因缘，那么看咱要安怎去创奇迹所以讲有诶呢。有诶呢，你看是真足平凡诶，你看咱好老前人。好老前人，伊对咱的成前人人拢是一个足普通的平凡人尔。但是因为伊拄着即种的因缘，所以人会当有平凡去创立一个奇迹，成就人伊的今仔日的胜利啊！这会使讲非常的可贵啊！所以你看咱现今的咱即摆这个时代啦咱讲是电脑时代，就看你安怎去应用这个电脑。有诶人用电脑嘛，人讲电脑会当建图头呢，电脑嘛是会当做生意呢，就是看你啥物头壳，那安尼就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讲有一间公司，伊就是咧请外务员，那么这请外务员呢，伊就是讲，伊就是规定讲，你这外务员就是爱去迄个市面推销着伊诶产品是啥物，就是迄个伊迄推销伊迄个产品就是啥物，迄个头毛螺啊，咱是出家人伊敢有头毛，所以伊讲甲因就去推销这头毛螺啊，这足侪当来应征的时阵，听着讲要去市面应征去推销这头毛螺啊，本地足侪人拄走甲剩一半，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走去问。去甲这主管，去甲伊问伊讲，你敢毋知影讲市面内面拢是无头毛啊？你要叫阮去推销这头毛螺啊？敢有可能呢？但是这主管是算嘛是真有理由甲伊讲伊讲，我今仔日就是要请外务员我知影这是无可能但是你就是甲这无可能做有可能若有我请你要创啥呢大家拢想讲，这要去市面推销这个头毛螺这根本就无法度所以就走甲剩三个。这讲你市面推销头毛螺佫袂使讲我要选过一间伊是固定一间，你只要去迄间，你会当推销这螺那么你就会当成就这螺走甲剩三个。那么其中第一个走去这间市面去推销这头毛螺那么伊迄个师傅就甲伊讲阮这都无头毛呢，你来这推销这头毛螺应该是阮无法度甲伊买呢。伊讲师傅这边因为阮这间公司就是讲，只要阮来当推销出去，我就有机会在这间公司上班师傅你准备无，你嘛甲我交关一支安尼。师傅就想讲一支尔好我甲伊交关一支安尼。伊就安尼买一支，当伊转去就有头路那么这样第二个，过来若共款来这间市面找着这师傅，甲伊去甲迄个交关这头毛这师傅讲来讲，阮市
钱都无头毛，你是要囡仔拢来遮要推销这头毛螺啊？咱这人伊嘛是安那，是应该行行看看的，搁走水外口看看的，搁走入来。然后这师傅讲，啊你还袂走呐？伊讲，师傅啊，我安尼甲恁这时代甲时代看看的，我感觉讲恁遮吼足侪信徒来遮参拜咯。啊，逐个拢骑车嘛，骑倒摆来，啊，逐个吼来到遮，头毛站爷爷，啊无你着要几支啊放喺外口，吼，人迄信徒要入来时阵会当整理着这仪容，你来参拜嘛较庄严安尼。那这师傅听听嘛感觉有理咯吼，我虽然无用着，但是我会当买几支啊放喺外口，吼，啊伊就买甲头讲几支啊放喺外口。即嘛这第二个转去人嘛就有头路啊吼，即个第三个呢，吼。过来这间寺，要搁找这师傅啊，要甲推销这头毛啊。即摆师傅啊讲，啊恁这间公司嘛足奇怪，啊你知阮遮都无头毛，你今仔来遮要推销这头毛啊安尼啦吼。即摆人这个人嘛，搁足有地位的，伊甲师傅讲的讲，伊是师傅，这买这头毛螺啊吼，嘛毋是讲恁这家己用啦。你看，这包装甲这尔啊水，啊你倒会使甲买来放喺这桌顶啊，啊你也互信徒啦吼来参拜的时阵。啊，你甲写着这平安书、积善师嘛吼，就是你着头毛螺啊放喺遐，啊人来看着咧，人若随时人就请转去，啊请转去人若加减布施，啊若布施你是嘛加减有这收入安尼。那么这师傅听听嘛感觉讲嘛真有理吼，所以伊就安尼甲翻几支啊，甲放喺桌顶遐，啊竟然真正哦，迄头毛螺啊，佫有人买转去呢，佫安尼持续不断呢。这就是讲看个人的本性啊，所以有这因呢，就是看你安怎去创奇迹啊，哦。那么咱今日有求道的因缘，那么咱要安去创奇迹，哦。所以从咱今日已经了解了后，咱就知影要甲这传道会当度化众生嘛。啊，这就是看咱个人的功夫嘛，哦，是看咱个人的功夫要安怎去用啊。所以呢，咱就照着这圣明来讲啊，讲。啊，成法下是三思，清洗成佛第三期，热水饮酒调即个主义不修改的事。哦，后成法下就是四三思，三思就是在思、法思、无意思啊。哦，那么咱讲来讲，咱认为讲这三思就是你利益众生，意思三思就是对咱家己有益嘛。哦，在思就是要咱度天堂嘛，法思哦就是要咱度无痴啊。无意思就是要咱